好，你好，又到蕭琪教室。今日咧想講講咧選修單元第二個部分嘅，就第一個單元就我想講講咧個生產可能曲線個 PPF。好，可以打翻你嘅筆記啊。好，其實咧我哋去睇一條 PPF 嘅時候咧，最重要我哋想睇翻嘅就係而家我哋有一條嘅 PPF 啦。嗱，我而家用熒光筆間住。呢一條生產可能曲線最主要咧就解釋緊，我哋如果假設一個國家係生產物品 X 同埋物品 Y 的話咧，我哋最高能夠生產嘅組合，譬如假設有3個可能啦。第一，組合 A 喺個 PPF 之上嘅；第二，喺組合 B 咧喺 PPF 裏邊；第三，組合 C 咧喺 PPF 外邊嘅。究竟有咩意思咧？其實最主要嘅意思就係話，如果呢個組合 A 喺條 PPF 之上嘅話，即是代表咧，我哋已經充分咁利用晒所有嘅資源，因為如果你想生產多啲 X， 你就要放棄 Y； 生產多啲 X， 你要放棄 Y， 或者調翻轉頭，生產多啲 Y， 你要放棄 X 嘅。咁所以沿住呢一條嘅生產可能曲線係向下斜嘅，因為呢個向下斜嘅生產可能曲線係假設幾個情況。第一就係我哋嘅資源係有限嘅。咁所以咧，當我哋選擇多啲 X， 我哋就要少啲 Y 嚟去替代。咁所以咧，我哋唔能夠同時咁樣去增加我哋 X 同埋 Y 嘅數量嘅。咁所以呢個就係組合 A。但係組合 B 啦，組合 B 咧調翻轉啦，喺生產可能曲線裏邊啊，代表咧我哋同一時間可以增加 X 或者增加 Y。因為點解？因為呢個係未充分利用所有資源，未充分利用。咁即係話我有多餘嘅資源可以同時增加 X 同埋 Y。咁但係正常一個國家咧，我哋就唔會生產組合 B， 因為組合 B 咧係未善用我哋資源。咁所以我哋會改善我哋嘅生產咧，會逐步咧傾向我哋生產喺生產可能曲線上邊嘅一啲嘅生產組合。而調翻轉啦，生產 C 咧就冇辦法啦，因為組合 C 咧就已經喺我嘅生產可能曲線之外啊，亦都代表喺我哋嘅生產技術同埋生產資源嘅情況底下已經用盡晒的話咧，我哋係不能夠達到嘅生產組合啊，因為我哋嘅資源不足啦，或者我哋嘅技術不足嘅。咁所以我哋去睇呢條生產可能曲線，通常如果我哋去盡量去極大化我哋嘅產量咧，就一定就會生產喺 PPF 之上嘅任何組合。你會見到咧，呢條 PPF 咧上邊有無數咁多嘅組合，亦都代表咗呢啲係我哋嘅生產可能。所以呢條曲線咧就係叫做生產可能曲線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好，我哋一齊睇睇咧第二頁嗰個例子啦。好，第二頁呢個考你呢個部分咧，我哋睇睇考試點樣去睇咧。譬如話，而家我哋甲國有100個工人，而每個工人咧就做10件嘅食物或者2件成衣，每個工人。咁而家畫出條 PPF 出嚟。咁我哋睇翻啦，而家我哋食物喺 Y 軸，而家 Y 軸。成衣喺 X 軸㗎，咁呢代表咧我哋生產嘅可能就係10個 Y 等於2個 X， 10個 Y。咁而家每個工人做咁多啦，即係而家有100個工人嘅話，我哋去睇翻啦。當如果我哋睇翻個生產可能曲線，如果我哋1件成衣都唔做嘅話，我係可以做幾多件食物啊？就係計翻咧，就係100個工人，一個工人做10件，所以咧。我哋就做1000件嘅食物啦，因為係100個工人乘以10件嘅食物，咁我係最多做1000件嘅食物。或者調翻轉頭，一件食物都唔做，我係最多可以做幾多件成衣啊？一個工人做2件成衣，100個工人做200件成衣啦，因為等於100乘以2，係咪？咁所以咧呢度就構成咗2點。我哋如果假設一個固定嘅邊際成本嘅話咧，我哋就將佢連起上嚟，咁咧呢條就係一個 PPF 啦，我係 PPF。咁所以我哋嘅邊際成本點計啊？好簡單啫，即係話一個單位嘅食物，我哋個邊際成本係幾多啊？就係要放棄幾多件嘅成衣啦，即係代表一個 Y 等於幾多 X 啊？兩面除10，都係2/10個單位嘅成衣。就等於0.5
0.2個單位乘以，即係我哋做一件食物只係需要放棄0.2個單位乘以啫。但係調翻轉頭，成衣嘅邊際成本，因為而家做兩件成衣，需要放棄10件食物㗎。我哋兩面除2，10 over 2單位嘅食物，所以我哋計到咧5個單位嘅食物。所以我哋計算個邊際成本嘅時候，我哋可以用翻呢條公式，10個 y 等於2x， 咁啊一個 x 等於幾個 y 啦，或者一個 y 等於幾個 x 啊，好冇？呢個咧就計算個邊際成本。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發覺呢一條嘅 PPF 嘅斜率就等於y over x， 代表咧1000 over 200就等於5，亦都代表咩？呢個 PPF 嘅斜率亦都等於 MCX 啊，即係話亦都代表咧呢個係生產成衣嘅邊際成本啦，生產成衣嘅邊際成本。咁所以咧，我哋睇呢條斜率咧，就知道咧 X 屬嘅邊際成本，所以你咪計到5啊，所以你計到咧就等於5個單位嘅食物啦。呢個斜率計到5個單位嘅 y， 呢個咧就計到 y， 明白？咁睇斜率咧就睇到個邊際成本。好，其實咧我哋嘅邊際成本咧可以分為第一就係一個固定成本同埋一個遞增嘅邊際成本。如果我哋一個固定成本嘅話，我哋嘅形狀其實係直線，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啊嘛，呢條 PPF 如果係直線嘅話，個斜率 PPF 嘅斜率就等於 MCX 啊嘛 ，X 物品嘅邊際成本啊嘛，咁所以斜率係固定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係 MCX 啦。咁所以咧，如果 PPF 嘅斜率 change in x 呢個 change in y over change in x 嘅話，呢度咧就代表咗咧，呢度係生產物品 x 的邊際成本啦。呢個咧就 MCX， 就睇個斜率已經 OK 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我係遞增嘅話咧，咁呢度咧就一個原點粒入去嘅 PPF 啦。咁你會見到咧，呢個原點粒入去 PPF 咧，呢一個生產組合嘅邊際成本就係呢一個斜率。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如果呢一點嘅生產組合咧就係呢一個斜率，其實你會發覺我哋兩個生產組合，組合 A、組合 B 嘅斜率係唔同噶。所以你會見到組合 A 嘅斜率就係呢一個斜率 ，change in y over change in x。而調翻轉頭，組合 B 呢個斜率咧就 change in y over change in x。其實你會發覺咧，呢一個組合 B 呢個斜率會較高，亦都代表咧組合 B 呢個邊際成本咧，如果 B 的邊際成本咧係細過 B 呢個組合 B 嘅邊際成本。所以你會發覺咧，我哋當 X 嘅數量增加 ，QX 上升咧，個邊際成本咧係上升。呢個就係一個叫遞增嘅邊際成本啦。調翻轉頭，如果斜率係 change in x over change in y 嘅話，調翻轉咧，即是代表咧生產物品 y 嘅邊際成本啦。我哋調翻轉呢個 MCY， 即係 y 嘅物品，我哋調翻轉。不過唔使咁緊要啦，我哋淨係睇 x 嘅嗰個斜率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咧物品 x 嘅邊際成本。我哋調翻轉咧就揾到啦。好，呢度暫時呢度先啦。有問題可以問我啦。拜拜。